2025年已經過去啦，不左不右咧喺呢度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萬事勝意。自從川普喺2025年1月份上任以嚟咧，真係日日都有大新聞嘅。今日我哋就嚟盤點一下2025年美國國內嘅10大事件嘅。第10位，愛潑斯坦檔案逐漸公開，被譽為有可能係歷史上最大醜聞嘅愛潑斯坦案咧，喺今年終於有咗比較多嘅進展嘅。咁喺川普上任之前咧，佢就表示話要公布全部嘅文件，而且到咗7月份嘅時候咧，FBI 咧就已經公布咗好多文件啦。但係後面咧就證明咧就冇咩新料嘅。但係喺呢份文件釋放之後咧，川普突然轉態，咁咧佢就表示話咧唔希望繼續公布，因為呢個咧會轉移大家對佢嘅政策嘅注意力㗎。咁結果咧就引起咗民眾、民主黨甚至係共和黨內部嘅強烈反彈㗎。咁迫於壓力咧，川普終於喺11月份再次轉態，最後令國會咧就集體通過咧要釋放愛潑斯坦全部檔案嘅法案㗎。咁截止到12月31日咧，司法部咧就已經公開咗3批嘅文件㗎。咁呢啲文件入邊咧有川普、克林頓，甚至 Michael Jackson，仲有好多好多名人嘅相㗎。但係到而家咧依然冇一個決定性嘅證據㗎。咁愛潑斯坦案咧，咁如果有咩重大發現嘅話咧，咁我哋咧就會攞出嚟講嘅。第9位，民主黨11月份選舉咧就超越預期。咁2024年咧，民主黨嘅選舉咧係非常之差嘅。從拜登嘅失智症，再到哈里斯嘅倉促上任咧，最後咧佢哋就大敗俾川普嘅。咁令好多人咧，就包括我咧，一開始對民主黨2025年嘅前景咧唔係幾睇好嘅啫。但係民主黨咧喺大量嘅不利消息嘅情況下咧，基本上咧喺全年嘅選舉咧都係超越咗預期，特別係11月份嘅3場重要選舉，紐約市市長、弗吉尼亞州州長同埋紐澤西州州長嘅選舉嘅。唔單止咧爭議非常之大嘅 Zoran Mandani 咧就成功當選嘅。咁喺其餘2個州長選舉入邊咧，民主黨咧都係比預期高好多嘅差距咧係大勝嘅，可謂係表現完美。咁樣嘅表現咧，其實同競選人嘅具體能力咧，已經係差別唔係好大啦。咁呢個咧，其實係對川普政府嘅不信任投票㗎。咁啊，民主黨選民咧就大力用選票咧嚟表達佢哋嘅憤怒㗎。咁至於咁樣嘅表現咧，係咪可以持續到2026年中期選舉咧？咁我哋咧要持續關注㗎。第8位，民主黨極左派上位。民主黨今年大勝有關嘅一個原因咧，就係極左派咧真係開始蒲頭啦。咁我哋知道咧，以 AOC 為首嘅 Squad 咧進入咗眾議院咧都差唔多有10年，而 Bernie Sanders 咧喺參議院咧甚至都差唔多有成18年。但係2025年咧，絕對係極左派咧徹底上位嘅一年。歸根究底咧，都係因為民主黨咧而家係群龍無首，而且咧佢哋嘅核心選民表示咧要全面反抗川普嘅，因此咧對川普持最強硬態度嘅極左派咧就成功咁樣獲得話語權咧。就係上位成功嘅。咁 Zoran Mandani 咧，無論喺能力、經驗、籌款咧，都喺大幅落後嘅情況下咧，依然咧喺紐約市長嘅民主黨初選入邊咧就係大勝嘅。呢個咧就係最好嘅證明。而西雅圖市長咧，同樣係俾一位極左派嘅社會主義者贏落嚟咧，亦都係另外一件標誌性事件嘅。咁正因為呢個原因咧，縱橫政壇成40幾年嘅前眾議院議長Nancy Pelosi 咧，亦都係宣布退休噶。咁可以預見咧，喺26年民主黨嘅極左派咧會更加聲勢浩大噶。第7位，美國政府停擺創造歷史紀錄。咁正係因為呢啲極左派上位咧，咁民主黨嘅參議院領袖 Chuck Schumer 咧，佢就聯合咗其他民主黨人，令參議院咧冇辦法通過法案。咁佢亦都有自己嘅私心嘅，咁希望咧以咁樣咧為抗衡，就希望 AOC 咧2028年咧就唔會搶佢嘅參議員嘅位置噶。咁結果就係咧政府咧就停擺咗43日噶，將之前嘅紀錄咧就延長咗8日。咁喺呢43日入邊咧，聯邦政府嘅服務咧大部分都係停止咗嘅。咁政府僱員嘅生計咧就受到好大影響，空中管制員咧就大量辭職。以及咧，大家咧都冇辦法攞到糧食券，咁對整體嘅經濟活動咧係影響非常之大嘅。咁最後咧要等到11月份，民主黨選舉大獲全勝，然後川普咧多次威脅咧要取消 filibuster 之後咧，先有8位民主黨參議員同共和黨企埋一齊，令政府開門㗎。咁整體嚟講咧，
呢幾十日嘅混亂咧，真係得個吉嘅。咁兩黨咧都係受到咗一定嘅政治傷害，但係咧都係冇贏到嘅。第六位，通貨膨脹減緩，但係價格依然太貴。咁對於普通老百姓嚟講咧，最重要嘅仲要係生活。嚴重嘅通貨膨脹咧，就導致咗民主黨2024年嘅慘敗㗎。咁縱觀川普上任嘅11個月咧，通貨膨脹咧係得到一定程度嘅控制㗎。咁大體咧喺2.5% 到3% 之間搖擺㗎。咁距離美聯儲認為比較健康嘅2%咧，差距唔係好大㗎。更加係比拜登嘅高峰9.1%咧下降咗好多㗎。另外咧，汽油價格咧有明顯嘅降幅㗎。咁呢個對於整體嘅通脹咧係有積極影響嘅。但係咧數據咁靚咧，同個人體感係唔同㗎。咁無論係超市、餐廳、能源、保險或者係其他嘢咧，基本上所有人咧都依然覺得咧係升得好快㗎。咁呢一個咧對於民主黨嚟講咧，可謂係天賜良機㗎。所以咧，今年民主黨咧就主打 affordability 呢個問題㗎。咁而從今年呢幾次選舉嘅結果嚟睇咧，川普喺2025年嘅表現咧係失分㗎。第五位，美聯儲終於降息。美聯儲嘅現任主席 Jerome Powell 咧係由川普喺2018年任命㗎，但係後嚟咧，川普認為 Powell 對於拜登嘅通脹咧應對不力，加息咧就太慢嘅，仲認為咧嗰陣時嘅通脹咧係暫時性㗎。但係咧佢反而喺24年大選之前咧就緊急降息，就係想哈里斯贏㗎。結果等川普上任之後咧，Powell 咧就遲遲唔肯降息嘅，就完全唔合格，所以咧雙方嘅關係咧就徹底破裂。咁川普咧迫於國內外咧對於美聯儲獨立性嘅隱憂啦，就冇辦法直接咧就喐 Powell 嘅，所以咧就只能係等佢做到明年任期結束咧就換一個新嘅主席。但係依然咧佢正面側面咧就不斷咁樣俾 Powell 壓力咧，就要求佢降息㗎。咁最後咧美聯儲終於喺9、11同12月咧就連降3次息，一共75個基點㗎。咁呢個咧就係會對通脹咧帶嚟一定嘅壓力，但係同時咧會刺激消費同埋投資㗎。咁我認為咧美聯儲降息嘅幅度咧係合理㗎，但係如果早1-2個月咧就更加好啦。咁美聯儲嘅新主席究竟會係邊個咧？呢個咧就係26年嘅一大關注點啦。第四位，大而美法案通過。咁為咗重新喺 affordability 呢一方面咧就搶翻主動權啦。喺共和黨咧內部意見咧其實唔係好一致嘅情況下咧，川普咧就力推佢嘅大而美法案。咁佢最核心嘅內容咧就包括要將佢2017年嘅減稅法案咧就永久化啦，小費同埋加班費免稅啦，增加邊境安全同埋國防嘅支出。但係與此同時咧要大幅減少 Medicare 嘅支出㗎。咁咧有可能咧有1100萬人咧會受到影響，而且咧對 ICE 嘅追加撥款咧極有可能咧就影響非法移民嘅人權㗎。同時咧呢個法案預期咧會增加4萬億嘅聯邦赤字㗎。因此咧民主黨係全體反對，但係咧川普成功咁樣團結咗共和黨內部，令呢個法案咧以非常少嘅差距咧就通過咗㗎。咁呢個算得上咧川普喺今年最重大嘅立法成就。但係呢個法案嘅主要效果咧，要等到26年咧先可以睇出嚟。咁呢個咧對於中期選舉嘅影響咧，可謂係決定性嘅。第三位，馬斯克開啟 Doge 風暴。馬斯克喺今年上半年咧，可謂搶盡咗全球嘅版面嘅。就係因為佢創辦嘅 Doge 咧，就係快刀斬亂麻，斬咗好似 USAID 為首嘅大量政府機構以及佢哋嘅支出㗎。更加有統計咧，有超過30萬嘅聯邦僱員咧就俾裁員㗎，咁咧就引起咗巨大嘅爭議。但係好快咧，民主黨就火力全開，就係對準佢同埋 Doge， 而且咧各種官司咧就陸續有嚟，令馬斯克同埋 Doge 咧就係處處撞板嘅。咁最後咧，馬斯克咧要喺6月初咧就卸任咗 Doge 嘅負責人，結果幾日之後咧，佢同川普咧就因為愛潑斯坦檔案咧而反晒面嘅。令全世界咧都睇到一場大龍鳳嘅。然後 Doge 咧喺10月份之後咧，基本上亦都係銷聲匿跡嘅。最後咧，佢哋統計咧自己係斬咗2140億元嘅支出嘅。咁雖然係非常之多，但係咧只有馬斯克當時承諾2萬億嘅1/10嘅啫。不過馬斯克同埋川普咧，似乎喺年底咧就已經和好啦。咁兩個人以後咧可能會繼續合作嘅。咁咧就值得我哋繼續觀察。第二位，川普發動咗全面關稅。喺4月2日，
川普宣布咗全面關稅，令全世界所有人都嚇咗一大跳。咁無論係盟友定係對手咧，真係人人有份嘅。可以話咧，川普憑借佢一己之力咧，完全改變咗全球化貿易嘅面貌㗎。但就算我哋聚焦喺美國國內咧，呢個影響咧同樣係巨大㗎。咁毫無疑問咧，關稅對通脹咧係一定有影響㗎。譬如講對中國嘅關稅咧，就提高咗大量廉價日用品同埋電器嘅價格㗎。咁而對墨西哥、巴西呢啲國家嘅關稅咧，又令好似咖啡、香蕉、牛肉呢啲價錢咧就係上漲㗎。咁呢啲嘢咧，個個人都會用到，所以咧，就算整體上通脹係緩和嘅話咧，民眾嘅體感咧依然係好差嘅。咁咧就進一步影響咗川普政府嘅支持率。咁當然啦，關稅肯定有好多好處嘅。咁咧最直接咧就係大量嘅關稅收入。咁川普咧就可以用呢啲關稅收入咧，俾110萬軍人咧，每人發放1776蚊嘅戰士紅利㗎。另外咧，肯定仲有產業回流、提高就業呢啲好處嘅。但係呢啲嘢係咪可以喺中期選舉之前顯現出嚟呢？呢個睇嚟咧就唔係好樂觀啦。咁第一位係邊個呢？咁毫無爭議咧，就係川普嘅邊境同埋移民政策。喺邊境上面咧，川普政府咧就完全逆轉咗拜登嘅行為㗎。入境嘅非法移民咧，唔係捉咗再放，而係咧全部驅逐出境嘅。咁呢一點咧，雖然有好大爭議，但係同遣返已經喺美國嘅非法移民相比咧，真係小兒科嘅啫。雖然川普上任之前咧，佢表示咧會大規模咁樣遣返非法移民，但係絕大部分人咧都係低估咗佢嘅力度㗎。確實咧 ，ICE 咧主要瞄準係犯罪咗嘅非法移民，但係由於有所謂嘅 collateral damage 咧。見到嘅非法移民咧，佢都會捉。大量冇犯罪嘅非法移民咧，就係同樣俾遣返嘅。無論你中唔中意都好啦，你都要承認咧，非法移民咧已經係美國經濟嘅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啦。咁有好多人咧係從中受益嘅，但係咧 ICE 咧係非常之活躍嘅。咁佢哋好多次咧喺 Home Depot、農場甚至係工廠咁樣嘅地方咧就進行突襲，就捉咗好多喺度做嘢嘅非法移民咧。確實咧。對於好多人嚟講咧，係非常之肉酸㗎。咁樣嘅強硬手段咧，就自然就引起咗連鎖反應啦。咁民主黨官員咧就集中火力咧，就大鬧佢哋係蓋世太保，然後咧就係各種嘅法律戰，更加咧有大量嘅抗議者咧就發起咗言語、肢體甚至係暴力嘅衝突㗎。咁然後 ICE 咧又係因為政府嘅壓力咧，而要去其他城市行動。咁結果咁樣嘅事咧又發生咗一次，就造成咗惡性循環。而咁樣惡性循環咧，似乎只會繼續延續下去㗎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對美國國內10大事件嘅盤點啦。咁下一集我哋就嚟盤點國際上嘅10大事件，敬請留意。咁大家就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同埋分享啦。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，多謝，下次再會。